黎智英嘅判決嘅。咁咧就3項嘅控罪，分別咧係有2項嘅2項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，同埋1項嘅串謀發布煽動文章，都係罪名成立嘅。嗱，喺呢個長達855頁嘅裁決理由入邊咧，咁咧就每一個控罪咧，我哋都見到咧係羅列咗佢相關嘅罪行同埋嘅證據出嚟嘅。咁咧法庭咧亦都咧係指出咗第一被告即係黎智英，佢嘅證供咧係有自相矛盾、前後不一同埋不足為信嘅情況嘅，所以咧法庭咧都喺一個毫無合理疑點之下咧將佢定罪。回想咧，我哋整個審訊咧係長達156日，其中咧係有52日咧係由第一被告自辯嘅。當中咧，我哋嘅證物咧係多達有2222項咁多。我哋喺審訊時候用嘅文件冊嘅個長度咧係超過8萬頁，有14名嘅主要嘅控方證人。嗱，其中有5名嘅從犯證人啦，同埋1名嘅特赦證人咧，都係有庭上作過證嘅。我哋從一個數字嚟睇咧，都會見到我哋喺個調查啦，同埋喺個審訊內咧，都係一個非常浩瀚嘅。